乡亲啊，真难得哦！这届做风台青菜无起价、无大价，阁颠倒来落价。今仔日传统市场是休市，婆婆妈妈拢到大卖场去买菜。讲这个高丽菜甲汤匙仔菜价真俗，参即阵啊起真香的盐酸，一公斤嘛俗4块。泡面跟火锅，这是你们家台风必备凉拌这样。对。风台天食泡面，搁淋一粒卵，那呢会使淋青菜无？我看你挑了很久，考虑很久，是不是觉得价钱有点让你考虑？对，有一点贵。这个光客有点贵。真正唔知要买倒一项菜较好，因为传统菜市啊休困，大卖场架顶促销的青菜，昨暝就互人买了去啊。相对较贵的有机青菜，或者家庭主妇买无啥入手。马铃薯啦、红萝卜啦，便于换菜色啦，不一定要全部叶菜。风台米塔卖到的时，青菜敢有先起来等。台北农产运销公司表示讲，因为风台是甲昨下晡才较明朗，要过青菜进行一天就采收好啊。而且连续落几啊天的雨买去无望，菜价颠倒落价。像试几啊番麦，礼拜批介绍比进了一天落2块；油菜类像高丽菜，礼拜批介绍嘛比进了一天落4块；汤匙菜包心白啊嘛拢落价，贝玲啊嘛比进了一天落29块；盐水每公斤70块嘛落4块。是假讲风台过了后，菜价扫着风台尾会阁起价。台北农产运销公司表示讲，这个青菜大本营伫南投、嘉义、云林、彰化。若是讲即摆大雨，敢若扫过北部、东北部，安尼就袂好这个青菜阁起价，家庭主妇会使免烦恼。